屏东的地检署是查到一个跨国的偷渡集团，今年3月时阵呢，在海巡是伫个东港的外海去查到一只渔船，也就是一冲号。这船顶呢是有载10个通缉犯。检调人员发现讲，这批人原本是按算要偷渡去到柬埔寨来加入做诈骗，即马专案有18个人拢予起诉，这主嫌恐惊会判重刑。 现在时间中华民国114年3月14，现在距通报渔船0.1海里。我近目标渔船，海巡人员就直接跳过，准备上船抓人，一个拢予白手铐拘伫甲帮。今年3月时，这只载通缉犯的渔船“益冲号”想要偷渡出海，屏东地检署接到通报指出，有姓柯参姓吴的查甫人组成偷渡集团，每一个人偷渡费用150万，一个又一个招募通缉犯，以联络渔船，甚至佮柬埔寨迄边的诈骗机帮合作，会使到当地继续做诈骗害钱。载运10名。 未经正常管道非法出境，陈姓船长等3人驾驶渔船从南部地区出海后，于外海等候接驳偷渡出境，欲前往东南亚地区的犯嫌。这10名通缉犯坐渔船对台湾出海，闪过港口甲检查系统。不过海巡单位早就掌握，随出动船者伫东港外海将船炸落来。船顶10名要偷渡的有9个台湾人，有诈欺、毒品甲枪炮通缉犯，一个中国籍非法入境。全案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本队呼吁国人，若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。 线索可拨打海巡118。屏东地检署指出，偷渡犯内底有8个人，其中1名阁是排7条诈欺案件的通缉犯，拢已经予法院判刑，准备要坐监。检方以移民法、国安法等罪名起诉18个人，并建请法官对主嫌姓柯的查甫人重判8年，共犯姓吴的查甫人6年6个月。法官嘛裁定全部契约禁见，判刑确定的继续食免钱饭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